中油展会宣布，因为国际油价继续伫咧起价，加上营运费调整，为今仔日开始，汽油一日是拢起6块，那柴油是起5角，其中中澳的就起到32块6。这嘛是国内汽油连续6礼拜拢起价，已经起2块3。昨天下晡，真侪加油站都出现车阵，真侪人排队赶去加油。9加满油表从0开始。9加满油表从0开始。98加满油表从0开始。礼拜中昼公布油价了后，台北内湖加油站下晡2点外就开始出现真侪民众出加油，大家拢甲油箱加到满，因为对则是0点开始，汽油每公升起6角，柴油起5角。只要一听到油价涨了，一些司机大哥都会赶快说啊，能少花一点是一点啦。原油价格就在涨，所以要涨那也没办法，对啊，我就是得用。油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现在什么都涨，薪水假如一直没有涨的话，物价一直涨，当然是对我们也是很不好啊。民众赶紧来加油，就是想要省一点仔钱，尤其是对游览车也是台湾客运车的司机来讲，油钱是会使省就尽量省。观察国内油价波动，对7月70开始起，当时汽油起3角，了后开始每礼拜拢起，一直到这摆汽油计价更加是一日每公升起6角。以发油量上大的9号无盐汽油来看，每公升计价来到32块6。对于国内汽油对7月70开始总价到即阵已经起2块3，是今年4个月以来上多。台湾中油讲，这摆起价除了国际油价起价，也包含加油站营运费。人力的基本工资每年都调升，加油站有一些设备它本身的折旧的维护之类的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费用，这些整体考虑，所以在这个礼拜是有配合整个油价调整的时候就有做一个反应。8月、9月如果国际的能源价格都还是处在高点，好，那新台币还是维持弱势。那我们的那个 CPI 年增率超过2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才认为这波物价起价是有短期现象，有价第4季也是明年物价开始回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应该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